乐乐小宇宙，年兽的秘密3。顶一回年兽出现啦，乐乐、康康心心急急，还阁有冲出来要保护因的村民，伫雪地内底规个乱糟糟。因啊，赶紧过来！危险啦！年兽，紧走啦！危险啦！这时，年兽退三大步，倒伫涂骹救助一员，垂落来鱼仔阁直直咧转。大家心莫叮当，我感觉年兽伊敢若比咱搁较惊呢。伊退后3步，鱼仔一直转，照伊的反应看来，伊应该无要甲咱攻击，而且阁有可能足惊闹一滚滚的声。是讲伊拄则搁掠我金管呢。我知影。这时，心心行到年兽的身躯边，手伸出来，轻轻啊摸年兽的耳仔，然后伊甲空空的点心放伫年兽的脚边，讲：年兽你好，你莫紧张，阮袂伤害你。你要食物件对无？这是空空做的点心，真好食哦，你食看觅。年兽传出呼嘎嘎声音，若像慢慢啊放轻松。扫落来，伊咻咻咻咻，无几喙就甲点心食了了，一点仔都无剩。多谢你，真好食。年兽会晓讲话，我腹肚足枵，困伤久，头真晕。恁遮有食物的香味，我就行过来啊。所以这是你当年伫离岛没落山的原因。我当年进城的时阵，山顶一个伴都无。我又搁枵，又搁忝，又搁无气力，有时搁弄到存落来的物件真歹势。原来是安尼，困遐尼久拢无存轮，拄精神一定会头晕，规身躯无爽快。而且你伫山顶无朋友，逐年落山又搁看到大家拢走甲远，你一定真艰苦吼。我掠准大家拢无介意我，因为你生甲遐大片我拄则嘛惊一条。到在即马，大家话拢讲清楚啊！无，安尼好啊！为着互年兽的身躯存稳一下，嘛互伊感受咱的温暖，大家做伙来做健康体操。健康体操？无毋对，来，叮当一下。乐乐带大家画口号，大家做伙伫雪地内底叮当起来。1、2、3、4、2、2、3、4，换一个姿势，搁来一摆。年兽认真要对大家动作，伊的脚手若叮当，涂骹的雪就会轰扬起来，若像咧落一场超级大雪。哇，敢若咧变魔法！亲像怪兽版本的搓冰机。
若搁加上果子酱甲粉圆，就有超级大盘的搓冰糖吃。康康，健康体操做完了后，年秀吐一个大气，看来元气加真好啊！身躯变甲较爽快，感觉有较好啊。不过我的腹肚，你想要倒位啊？紧走啊！毋是啦，我相信年秀无要甲谁攻击的意思。年秀，你家己讲。我袂食人，我只是做健康体操了后，腹肚搁较枵啊。两导因要安怎甲村民合作，帮助姚叔叔年秀来食好饱咧？后一集爱会记得准时收听哦。